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可是娘娘的脾气来历丰盈，失身锐身，把罗大生呢离后宅们非有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着登着辉煌，当中皇帝皇后手下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孙俪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这面孔是撇撇白，不走来嘛，盯来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份呢？啊，等待侬反应喊上来呢，门里搿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二句闲话，推出去，杀！母娘娘是胸有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爷娘乃皇帝亲信是真。通过这个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匆匆的皇帝，娘乃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节日大约是送礼，这个一只还到皇宫里发生啥个事体？旁边的和尚子潘金人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所料。搿点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的学生子王勇所想。哎呀，看上去今朝事体太。搿么呢，凭自家的老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杀！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走走，哗啦啦啦啦啦，清查查啦！孙大云仪不理解内，心情神容是太不安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唱3头一个好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，心底下只水都多了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是不是呀？是一位玉大明君，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2个侍卫猛整理几家郎厢，一打么黑一声：“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”是，我擦啦！哦哟，娘娘一口不得脸，阿上来这个犯人浑身隐居，来，啥？将他的隐居死去。是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针不比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罪，新生命罪。这名姓王名勇，哪里生事？这东浦江，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熟口。我听宋礼了那皇帝门前提起些公个问。这东浦江王勇是。那么你可非谁是大有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咦，说这样一顿。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，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这个一人关系，杀体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么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，海乖的，许多人讲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呐。啊，岂非门生，后来恩师你？斗明智，也是的。我不是你学生子，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花了本人要叫我许多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有多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学会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老早晓得个这话。潘金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怪着你反光，你哪会不当是这个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门王勇，今朝生日让生我潘金人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，你实力就是宋礼的学生子，那么宋礼的让皇帝门前叫人，是你才华人更深。所以侬来清代今日里下来，确实王家富饶三珍。
那么你哪会得一代精神的下来，谁是要什么样子一直登美呢？白玉里个道理啊，王勇是下面既是大有事的门生，又要一岁登美，谁有本？嘿，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一点点看法侪唔得，因为昨日夜里牛小看灯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夹鞋子，讲起一番闲话，我听至许许多多的闲话，引起至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手写这样几句呢。我想试透皇帝，乃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谑。哦，明白着。但后死了啦，阿子身啦，根子了皇帝身啦，侬我说了前头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可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，吃里乱了丰收的书生呐？是啊，正因为这个。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哎呀！哈，是你主动起来对哎呀，听口几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，可是要说说清爽。下去对殴是谁？但是捉拿归殴，两人破财，都动叫不动啊！对殴是谁？顶多带落马口水说。捉拿怪物也西山开啥的一个样，这个太背不起，你得法力吃得妥妥说。哎呀呀，娘娘千岁！我是点点头，龙大口的一杯水卡在里。再浪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气许许多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的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一条灯美闯下大祸。可是不能够为自我千里上上许多富贵的人，故而我主动起来对，哎，对不出来对普京人口口嘛，哎，我听你说的蛮明白，你是非子巨女很好之类，努力做哪归恶个哇？普京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位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谁不里讲臭呀？哎呀！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的了。对普京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主动起来对哎，难道你谁不怕哀家将你开对么？娘娘千岁，东北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亦值得开对呀！哎。想律师上起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书生对个，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个为我叫好戏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怕，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牵连腐朽的人，我于心后人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着腐朽，我虽是死也。谁？哈！母娘娘这个一上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富士。而且听这个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让宋理大约是苏讲，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。跟你大名噻，不知人死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
往事，心我是谁想起时，胸中梦归泪真子与归命能一世生。李生，你是要道家话有4个字，这不都是心水道呀？我的希望你是与狗而发，善意实意。他是你真正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不能欣赏道家话语，这个也有啥个关系？这眼睛是与人肯为你大明而出来，这个才是上帝之言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睡在皇帝家，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杀个，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里做过。根本不来事，傻鸡们！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铁铁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日气内冰，冰也当上来杀虚神神，呵呵，我就是秦勇。就是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，通过圣驾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勘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在给他们合拢3位几家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说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手写的那只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个嘛，背头小小的呀，我当面哪说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还能哪讲的呀？还是骂那个闲话，还怪在你讲一遍呀？搿本人讲好处咋不听3遍呀？你烧个炉的？娘娘语气不对皇帝口，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一家才分离呀！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语，这个4个字我还讲的。
该走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放出去，一刀两头杀。咁么阿爷发讲，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，讲。哎呀，完了，喉咙塞北想嗨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，他转黑，是，皇帝面孔喷上门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是让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大家王为四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，也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再不能讲子，娘娘请息出去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你松西这四个字，空非谁是谁？我么？哦，就是要看娘娘亲率的这一双脚。怎样？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？是，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刁啊！你啷讲啥？啊是母呢，不是母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脚，意思蛮清爽。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大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生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不出啊你。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有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上下一打。因是皇帝啊，你别好娘。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，总归来受一下。申请上至于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而且今朝刚还与我来生，你别猜心噻。话也对过，今朝刚好男生男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男生，那么今朝看男生，我死手也生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王用手下那个四个字，啊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，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一家，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来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司其职，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了你据岁发言发表意见呀，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啊，也自动你很慌的。哎，废水，你别急。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日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只听见别人讲疏离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非等我还算三过经。娘娘是雄于神族，失神一定要神。是的，给的，我全国三山一地，露出这一双天手独家。家朗向为这孩子儿子从小屋里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，众位爱卿，你们看呀！王用他写的是对是差，一家这一双手，究竟是大是小？哎呦，谁不开口？那么我来点名。破前，平常你家乃是能言善辩，那么今天请你谁来讲？错得个美头呀！那第一个就轮到我的。不人讲毛采取中队长们适宜个呀，开队的是唔起个呀。嘿，我难讲。哦，我摆过去个娘娘，你上家斗啊，斗得摇花花。我唔不枉用个的对了。那么倘若摆过去讲娘娘，你上家写个写得一枚枚一点点一些些，这个媳妇成我潘金人个高人之处。这个娘娘千岁，父亲，那爱卿啊，在等你的为娃，你是，这个微臣
那个不用害怕，你开当什么谁讲什么。是，我两个是实事求是，恨是容许做个。哎，是，微臣知道。到底潘金人两张眼睛多了两周了，嘿，你的已经走的，做工的好头是少少脚，一旦身体最近2步，眼睛接了盯了是娘娘的双脚，让人看，李夫人看，谁个欣赏古董，口子一些，对妹妹就抬起来。微臣启奏娘娘千岁。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嘴上分脚。怎样啊？一个字，好。好。哦哟，于大理讲，我吹个内地，你回答我，不回答我同，还不回答我些，回答我一个字汉。汉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哎，你这双脚是好的不能再好啊！你这双脚，这个好是好的嘞，是没得话说啊！娘娘千岁。娘娘呢，一双凤爪在腰上，四海之内福神昌，有把哈金箍枪，勇勇无悔真枪。古真是不让不多不怒不散不苦不哈不胖不瘦，最比天下没去战。娘娘千岁，哎呀，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分脚真是天地之间，选不出这个第二双呐。对待起来对皇帝妈妈，因着皇帝啊，弄个两句话，还有士兵啊。听得个娘娘不对空下走起，来了浪些。皇帝的哈了浪些，不过是口些。对不起来对皇帝口口皇帝呀。那那种谋义之话，这个虽是那得意冲神的表演，你开心着哇？能言善辩，语话语调不明玲珑，相对之差。没很，我今这个目的，谁是要娘娘口听上一个人？我娘娘的目光，嘘！别，送礼来了一口不灵，心上无着。哎呀，今这个后来叫我哪讲法子呢？啥个？一周年头。36计最为上得，何时让我出送？老大人，您这时候上哪儿去呀？哦，搞他个睡。哟，哎，看来您得憋一会儿了。憋，娘娘千岁得问你话呢。是啊，大有事，请你来讲吧。这奴婢也要听听你老大人的高见呐。阴阳怪气，这不是个么事。办不脱是吧？办不脱这讲跟哪讲法子呢？这个讲不出么，让我来唱脱两三字话。我也不不龙，也大没吃的。心里别别是个强，娘娘她不胜枉用，心神重，
也必是红楼为是娘，将我许后对大家当山。你这个哪讲法子呀？石头哦，没这个的胆量。说些我难说得出口呢，这。预料啊，娘娘啊，老臣是你们俩老许了，那一婚花风涌了，这欲望把茫茫，金子一头早岂能还去哈啦？哎呀，娘娘，老臣哦，你买了老许了老一婚花，看不清了嘛。皇帝想哪张点？来了，你一定不是干活，这都不光接下来是偷偷不得引进据的。今朝你啥个路的？今朝头让你吃单子了。呼哟！皇帝呀，俺是你啊，过上你比个啥？你哪会得比？因为是你先比。这个几年来，你比得了是忠义儿举荐实非，阿谀奉承你的全部招待谁收？而且那个一批得意的宠人，一进来让公爵来了，十里光，十里眼，十里伊拉马啦啦啦哒哒。所以逼得个大钥匙，就真爱我不敢讲，讲爱我又不有事。皇帝呀，你这还张讲张眼张红头啊？哦，有这样内容，这不比个他给拎不清。万岁爷，你看这个老宋脸是不是越会儿越精了？皇令，人大你了。是啊，老许又想听听公公的高级呀。有时块龙个咋会得快？这个娘娘强嘴，奴婢怕说不好。哎，家早睡相公，你看到什么谁讲什么？真的？好，那既然如此，奴婢就大胆。奴婢我就豁出去了，奴婢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沾上分脚。怎样啊？小，小，当真当真小，果然小，小，还是小的奴婢都看不到了。那个眼睛没病的。看来是先比大好玩。那是啊，奴婢打小就听我爷爷、听我爹说过呢。他们说，女人好不好，不看脸面，先看脚，脚小人就好，人好脚就小，那个脚就小。一来子，我操，为是夸背了呀！哦哟，娘娘千岁，奴婢说的可都是真的呀。娘娘千岁呐，你一上军礼太了点娘娘呢，叫白玉佛家，叫声玉佛啊，恰是那3月淡花分为家。上可以
皮皮肤，扎心里能够结巴，尽管后代是花容娘，有往事眼里是什么娘娘呢？这一步来呀塞呀，娘奴平定三公仙女了老云里。娘娘千岁，人家都说这女人们是三寸金莲，可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凤脚也不过是那个什么2寸多一点点啊！听得个母娘娘啊，不是我哈哈大笑；听得个织女长哩哩对呀，听得个潘金神嗤之以鼻，听得个兄弟来了实是后妈妈，听得个网友忘记他自家吃惊，扬声大笑，哎！网友，你笑什么？是啊，我想大明家的王宫之中，想不到已出了指鹿为马之事。大胆！古人讲，是是非非谓之知，非是是非谓之女。所以说讲是，所以说是非，所以说非。这样做事体讲闲话叫聪明，难道事实成功非？拿非实成功是这样讲闲话办事体叫愚昧。我们夺得圣意之书，当真圣意之道，理当是是非非，而不应非是是非。哇！一家为之想，是是非非乃立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牛。王勇，是你既然想此大理，那么今天你的当说非说，当说大家之名，与我将沟清楚。像一家这一双足，举君四大，是希望。说吧，娘娘7岁的这一双足，乃是大火龙山人不下，却是十地雨声，好比晴空，啪啦一个霹雳，当了所有人头上向。皇帝这张面孔是发亮的，王勇，你好大胆！王勇毫无惊慌之色。万岁，娘娘7岁已到，是是非非乃十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牛。谁要命其人背道而驰？既然是是非非而不牛，非是是非与此结背，小虽是小，大虽是大。没好。我只顾着对镜眼要那说明我在打你份棒上个怎么的呀？不过皇帝追你的那王勇够了我皇帝们一讲实讲一废话，哼，我服听呢。娘娘唯一不够，唯要在后廊下再添一所语。王勇是想你乃是一将书生，你说话做事毫不介意，难道你虽不怕哀家将你粉碎吗？娘娘才说。正因为我是一家书生，夺圣意之书，应当通达明理。我是讲讲法，小而易之，为的是实话实说，日新风味；大而易之，为的乃是大明江山水。江下去，娘娘千岁。是非非，大本章，国根在推手都想。
想我是为谁？为让他一女粗茶旁把光，本则是脚小脚大女小事，时而是非是是非理不当虚意，一扎松狗是为红国呀的帮。向他们击打一下必须只下一道红心，上说如此风人，此事长君子有见人长，可不必到路上。当想当年是王生心定了，上高手就太猖狂，他只为马赛绕荡，心儿是是非，不必是太慌。当我打回来，只因红旗么会很实，得名心上一对。把我这真是写出知否当口记，我们回来人牢牢记住，但我想我是身体一尘，一几句为的是名和不是非长那怕得罪名，何惧心里伤？我知我不义，我不仁，一头为愧称心伤。说是皇帝犯的是光傲症，不能王打一废话一讲了，三个一贴松头的牙。皇帝吃自我去一声后，一吃了为之一阵的非如心哦。欲对是不知动量。皇帝呀，你这样子手实事，不是为自家，而是为你整个大明江山谁子呀？告诉呀，我不晓得，这样有可能比我胃口人家子身家，是我没大子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呀。你总算明白着。王哟，小明才，你口之小，寡人为将你随后出战。既然来到这样子搞生死之子动啊，听凭非随发落。好，明日寡人将你真的封我。好，格来想不到的。非得不分散啊，可为要真的丰富，从意料之外么？王勇的人会等眼瞪瞪呀。王爷可么实在是个许多的冤枉，那会眼瞪瞪呢？哎，王勇是想废水谁知谁为啥个？非得不知那个谁，为要为其送身，你为不快快开在身上？是，小民开在废水，大恩大德，随娘娘大圣大爷。王勇是大，你总放不了一个大字。哎呀，这你再要讲大，寡人要将你对进大海为大冤。废水，你讲大了。你要讲都是我。大，我偏讲大，我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，唯有靠你大举王位来家大内的。总批到此结束。小家大哥，亚谁分你呀？哎呀，我哪讲你？
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玉，这个4个字我还讲的，该走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放出去，1刀2头杀。干嘛也不讲？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？讲！哎呀，完了，喉咙3杯想嗨，可是也用不上。说本这谜底乃是他。就完了嘿！是，皇帝面孔喷上门一个，中档之内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这样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独家王位4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也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再不能讲子，娘娘请先出去。好。大主王嘿是，那么你松西这4个字，空非谁是谁？我哦，就是要看娘娘亲率的这一双脚。怎样？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？是，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刁啊！你让讲啥？啊是母呢，不是母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家，意思蛮清爽。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独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分让生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不错啊！你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有进是水，让皇帝的水杯上下一打。因说皇帝啊，你别好娘，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，总归来手一下。申请上去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儿子今朝刚还与我来生，来，别猜心噻。话也对关，今朝刚和男生男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男生，那么今朝看男生，我死手也生。好，大主王嘿是，那么王用手下那个4个字。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？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一家，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的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司其体，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你举手发言发表意见呀！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啊，就知道你很慌的。哎，废水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日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只听见别人讲书里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非等我还算3过经。娘娘是雄于神族，杀生一定要生。时代改大，我全国3山一地，露出这一双天手独家。家浪向为这孩子20儿子，从小的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。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里做官。根本不来事。杀鸡们，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铁铁白，连这个一口气未分冰冷。虽说他是怒冲冲，志气内平，平地当上来杀许神神，哈哈，我就是秦勇。
个读书人不死，我也用办法。用啥个办法么呢？就是我刚刚想喊个身家，通过身家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勘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，再也就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马娘娘想到给他们合拢三位旗杆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水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手写的那只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那么对头是要晓得呀。我当面哪说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还能哪张的啊？还是摸那个闲话外观在里讲一遍啊？搿本人讲好处咋不听三遍呀？你烧个炉的？娘娘语气不对皇帝看，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一起那啊，鸡飞门生，后来恩师你。斗名气，也是的。我不是你学生子，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活了，本人要叫我死到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遇到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学会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普京神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老早晓得个这哇？普京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怪叫你反抗，你哪会不当事者的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慢慢的让问王勇，今朝甚至让审我普京人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，你实力就是送礼的学生子，那么送礼的让皇帝门前叫人，是你才华好，人更实。所以侬来清代精神里下来，出使王家富庶三镇。那么你哪会得一代精神里下来，谁是要什么样子一直登美呢？背于这个道理。啊，王勇是，想你既是大御史的门生，又要一世登美，谁有本？嘿，哎呀，娘才说，天地良心啊，我对你上家一点点看法侪没。因为说你要离牛小口等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脚鞋子，讲出一番闲话，我听至许许多多的闲话，引起是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手是要这样几句呢？我想试透皇帝，那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肉。哦，明白子。但后死了啦，阿子身啦，根子了皇帝身啦，侬我说了掐位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口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？吃里乱了丰收的书生呐！是啊，正因为这个，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哎呀！哈，是你主动起来对哎！呀，听口气口边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，可是要说说清爽，下去对殴死水，但是捉拿归殴，两营破财，都动就不动啊！对殴死水，顶多得落马口水数，捉拿归殴也西山开啥头一个呀？这个太对不起，你得法力吃得妥妥上。哎呀，娘才说，我是低低头，龙塘口的130卡在里。再浪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气许多读书人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一条灯眉闯下大祸，可是不能够为止我千里上许多富国的人，故而我主动起来对，哎，对不出来对普京人口口们，哎，我听你说的没明白，你是非子军女很好之类，努力做哪归恶个哇？普京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位们是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谁不里讲臭呀！哎呀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的了。对普京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你主动起来对哎，你来你谁不怕儿子要将你开对？
娘娘才说，东门大户与我而起，开对戏值得开对呀。哎，想吕西上气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是甚？这个我们也非是后皇人，那个为我叫好戏不叫恶，但是一个人我都要真正怕怕，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牵连腐朽的人，我于心后人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的腐朽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！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你的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娘送你大约是苏讲，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上，不知谁是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善意实意，他是你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我不能写上道家话语，这个有啥个关系？这些要紧是与你们肯为你大明上出力，这个才是上天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随便皇帝讲，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杀个。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这是娘娘的脾气，来历丰盈，失身锐身，把罗大生呢，离后宅们不有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得登着辉煌，当中皇帝皇位手下，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那当中的孙俪。偷进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，皇帝这面孔是撇撇白，不走来嘛，定然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段呢？啊，等待侬凡人喊上来呢，门里搿张妹妹子也是难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二句闲话，推出去，杀母娘娘是胸有神足，来的是。
今在圣王用自家，也让那皇帝亲信是真。通过这一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匆匆那皇帝，让你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节日大约是送礼，这个一只还到皇宫里发生啥个事体？办理的和尚子潘金城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条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个学生子王勇手下。哎呀，看上去今朝事体太异，搿么呢，凭自家的老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杀！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走走，哗啦啦啦啦啦！清查，查啦！孙大云以不利之内，心情深重是太不安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闯3头一个后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，心底下只水多多了，根本不像先生新郎相是不是呀？是一位玉大明君，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2个侍卫猛整的几个郎相，一打么喊一声：“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”是，我擦啦！哦哟，娘娘一看不得了，阿上来这个犯人浑身隐居，来，上将他的隐居释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头，忙真不必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罪，新生命罪。这名姓王名勇，哪里生事？这东浦江，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熟口。我听宋礼了那皇帝们的提起些个个问。这东浦江王勇是。那么你可非谁是大有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只要一等。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，千万不能够暴露得先生师兄搿个一人关系，杀体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么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海关的许多人呀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王勇手下那个4个字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一上家，究竟是头是小，看上去今在其他办法是弄不清爽，也弄清爽这桩事体，这还来审一审我这个一上家子。好，那么今天一家，谁来审一审这一双脚？沈家，嘿，沈家。我希望我来沈家的辰光，你都要各司其体，共同对人。好得了，非得要沈家，为你举水发言发表意见呀！跟你哪个呢？皇帝也这个了，一个自动，你很慌的。哎，万岁，你别急，你看我沈家的辰光，以大欺小，以小欺大，那大小之中啊，谁能带出真正？你要让发后人呢？大小当中带真经啊！我只听见别人讲书里带经，啥叫哪还带经噶？你非等我还算3过经？娘娘是雄于神族，杀生一定要审。是的，给他，我全国3山一地，露出这一双天手独家。家老想为这孩子20儿子，从小的打得来这个一双水花花子，众位爱卿，你们看呀！王勇他写的是对是差，一家这一双手，究竟是大是小？哎呦，谁不开口？那么我来点名。潘卿，平常你才乃是能言善辩，那么今天请你谁来讲讲？错得个馒头呀！第一个就轮到我的。
不人讲毛采取中队长们11个月，开队的是5几个月，害我难过。我摆过去讲，娘娘，你上家等我，等得摇花花。我们不王勇个的对了。那么倘若摆过去讲，娘娘，你上家3个3的一妹妹一点点一岁岁，这个媳妇是我潘金人的高人之处。这个娘娘千岁，潘爱卿，那爱卿啊，在等你的回话，你是，这个微臣那个不用害怕，你开当什么谁讲什么。是，我演的是实事求是，很是容许做客。是，微臣知道。到底潘金人2张眼睛多了2周了，嘿，你的已经注定，他做工的好头是少少脚，一旦身体最近2步，眼睛一路盯了是娘娘的双脚，让人看，李夫人看，谁个欣赏够懂，口子一些，对妹妹就抬起来。微臣启奏娘娘千岁。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嘴上分脚。怎样啊？一个字，好。好。哦哟，于大里讲，我吹个内地，你回答我，不回答我头，还不回答我先，回答我一个字，汉。汉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娘娘千岁，你这双脚是好的不能再好啊！你这双脚，这个好是好的嘞，是没得话说啊！娘娘千岁。娘娘呢，一双凤脚在腰上，四海之内浮生长，有望哈金箍枪，勇勇无悔与金枪。果真是不让不多不多不少不苦不哈不胖不瘦，最比天下没去战。娘娘千岁，哎呀呀，照微臣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双分脚真是天地之间，选不出这个第二双呐。对待起来对皇帝妈妈，因着皇帝啊，弄个2句话，还有士兵啊。听得个娘娘不对空下走起，来了浪些。皇帝的好了浪些，不过是口些。对不起来对皇帝口口皇帝呀。那是神呐！是啊，正因为这个，各位是要命主动起来对哎呀！好，是你主动起来对哎。呀，听口几口别人娘娘不相信我是来对殴的，可是要说说清爽。下去对殴是谁？但是捉拿怪殴两营破财，都动将不动啊！对殴是谁？顶多得落马口水说，捉拿怪物也西山开啥的一个样，这个太背不起，你得法力吃得妥妥说。哎呀呀，娘娘千岁！我是了点点头，龙堂口的100岁刻在里。再浪想起来，我想打听一下昨日的情况，不晓得口气许许多多读书人惊慌失措四散奔的。我一打听，方是晓得，一定要等来闯下大祸。可是不能够为自我千里上许多富国的人，故而我主动起来对。
哎，对不出来对潘金城口口嘛，哎，我听你说的蛮明白，你是非子军人很好之类，努力做哪归恶个哇？潘金人只觉得脑子里想嗡个一来，原本我想了皇帝皇后们是表表自家功劳的，不可将谁不里讲臭呀！哎呀，看上去真正是有得口个了。对潘金人眼睛对对，王勇是，你追东西来对哎，难道你谁不怕哀家将你开对么？娘娘千岁，东北大户与我而起，开队里值得开队呀！哎，想人心上气推升，后皇你这一家是甚？对个，我们也反思，后皇人那个为我叫好戏，不叫恶。但是一个人我得要真正怕怕，不能够为自家的身人而牵连腐朽的人，我于心后人于理不容，这也不累着腐朽，我虽是死也该死。哈！母娘娘这个一声哈，是从心底里想发出来的称赞。这个读书人高手，真是服死。而且听你的闲话当中听得出，真娘送你大约是苏讲，有口才，有分才，外加有道才，跟你大名噻，不知人死也难是个样子的人才嘛。你是要大家话有4个字，这边都是薪水都要。我但希望你是有够而发，善意实意。他是你真正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我不能欣赏大家话语，这个也有啥个关系？再要紧是有人肯为你大明而出来，这个才是上帝之恩，大明之福啊！怎么啦？哎呀，我现在马上随便皇帝讲，皇帝啊，这个人不能杀个，非但不能杀，我为娘里做过。哦，根本不来事，杀鸡们，你看现在这个皇帝呢，这张面孔铁铁白，连这个一口气还分冰冷。对，所以他是脑聪聪，日气内冰。
风烟，听一听花用诗，对得水好远，也这个风啊，立刻比分。随着我刚刚想喊个圣驾，通过圣驾可以对这个读书人进一步的考察，同时让边浪向的人啊变异变异，再也就是触动那皇帝。对，所以母娘娘想在给他们合拢三位之间之地。啊，王勇是想你实话做事，实属为太守，一家生死在山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熟悉的那次灯谜，这谜底究竟是什么？这个嘛，背对小小的呀，我当面哪识得出口呢？这个皇帝觉得奇怪，对娘娘妈妈哎，你哪张的啊？俺是摸那个闲话，还归在你讲一遍啊？搿本人讲好处咋不听三遍呀？哎，你啥个路的？娘娘语气不对皇帝口，顶来这个王勇，王勇是一家三分离呀！哎呀，我哪讲你？你第啥么子？独家王勇，搿个四个字我还讲的。该字上没石头呀，当面说出来，把门口子放出去，一刀两头杀。搿么也不讲，哎，我想过想来过来，还是讲不够讲啊，讲。哎呀，完了，喉咙三百响，嘿，搿是也用不着。说本这谜底乃是他状嘿，是，皇帝面孔喷上门一个，中档之内有哪个想不到呢？一口声音，而且呢，今日当时我皇帝的面，当时这样许多人的面敢讲出来，独家王位四个字，那真正对大包天呀！后谋上来，又想讲一声，推出我们立这份罪，不能讲子，娘娘强行出口。好，大主王嘿是。那么你熟悉这四个字，可非谁是谁？我么？哦，就是要看娘娘亲率的这一双脚，怎样？究竟是他为是小大胆！是，皇帝后啊，对你妈妈，你当我讲个呢？好丢啊！你啷讲啥？啊是母呢，不是母呢？也看看你娘娘自家的上家，意思蛮清爽。娘娘你看，你倘若是独家的，我分讲错；你倘若是小家的，那么我不让审你。哎呀，你的边边正正，其余里不错啊你。后谋上来也有想发作。娘娘眼睛吃水，让皇帝的水杯浪下一打。因是皇帝啊，你别好娘，今朝个读书人的性命总归来手一下。申请上至于再努力帮出去啥，会来得及了呀。而且今朝刚还与我来审，你别猜心噻。话也对个，今朝刚好男生男主公，我今朝配过啊。眼睛落后看一看对你妈妈，男生，
那么今朝口内生，我死手也生。母娘娘也亲生王勇的子女长勉强答应，这是娘娘的脾气，来历丰盈，失身锐身，把罗大生呢，离后宅们赋予一个偏地了。现在辰光没挨着，你想对得登做辉煌。当中皇帝皇位手下两旁边公务他给来得了叫再再细细，内当中的兄弟潘金人来得了是毕恭毕敬。皇帝这面孔是拍拍白，不出来嘛，定然是娘娘的浪口。对你妈妈这个有啥身位呢？啊，等待侬犯人喊上来呢，门里搿张妹妹子也是那些啊。倘若你为大讲自家用不上第二句闲话，推出去，上母娘娘是兄弟神作，来的是今在圣王用自家，爷娘乃皇帝亲信是真，通过这一桩事体，也哈哈且冲冲的皇帝，娘乃可以男子轻杀轻杀。今朝再结是大约是兄弟，这个一只还到皇宫里发起啥个事体？办理的我嫂子潘金人一打听方式晓得，一定要等妹闯下大祸，不出自家手里。搿点等妹实在是自家最欢喜的学生子王勇所想。哎呀，看上去今朝事体太异，搿么呢，凭自家的老命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报上一报。他给王朗喊一声：“啥？万岁有旨，把人犯押上殿来啦！走走，哗啦啦啦啦啦！清查，查啦！沈大云仪不理解呢，心情神容是太不爱。想不到我一点都没唱上岸头一个好，看上去织女长这个人。心底下只水多多了，根本不让先生新郎相是不是呀？是一位玉大明君，看上去今朝我凶多吉少。唉，事体到这个地步，随便吧。上来两个侍卫猛整的几个郎相，一打么黑一声。皇上皇后在上，还不快跪下！是，我擦啦！哦哟！娘娘一口不得脸，阿上来这个犯人闻声隐居，来，上，将他的隐居死去。上，追过来里头吹一吹他，忙真不必，擦啦！呼哟，下跪者，心生名罪。这名姓王，名勇。哪里生事？这东浦江，这东浦江，王勇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少个。我听宋礼来了皇帝门前提起些个个问。这东浦江，王勇是。那么你可非谁是大有是宋礼的门生么？别，说只要一顿，师兄再三交代个，万一进宫随身。千万不能够暴露搭先生师兄搿个一层关系，杀体只怕要千里里多。咁么呢，少让我撇清。咁么王勇啊，你想一想了再说呢？哎呀，平常一片小心海关的许多人讲，但是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小民并不是恩师大人的门生呐。啊，这非门生，何来恩师你？斗明智，也是一个。我不是你学生子哪叫你恩师都不认个呢？别花了本人要叫我许多对，我实在有点到头到那个哇。这个读书人家看上去10句话分学会的嘞，对不出来对潘金神口。哎，万一你都是师弟兄啊，你老早晓得个这话。潘金人是这个，你咋斗名到头呀？说得关着你反抗，你哪会不当是这个呢？唉，不过今朝东家门门的让门王勇，今朝生日让生我潘金人啊，这个他自家的心跳过不定。娘娘做你的，你实力就是宋礼的学生子，那么宋礼了让皇帝门前叫人，是你才华人更深。
所以侬来清代今日里下来，确实王家富饶三真。那么你哪会得一代今日里下来，谁是要什么样子一直登美呢？白玉里个道理啊，王勇是，想你既是大有士的门生，又要一世登美，谁有本？嘿，哎呀，娘娘千岁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对你上家一点点看法侪没得，因为说你要连牛三要看灯碰上一个大山头，拿出一双大脚鞋子，讲出一番闲话，我听子许许多多的闲话，引起子一连串的想法，所以我随随是要这样几句呢？我想虚头皇帝，那是心水毒呀，并非戏肉。哦，明白子。但后死了让阿子身啦，根子了皇帝身啦，侬我说了枪头子了。哎，王勇，是你口气想，谁是你这样的心水毒呀？吃里乱了佛手的那种满意着玩，这个谁是你得意冲神的表演？你开心着玩？能以手臂，欲话欲调，不明玲珑，相对之操！没很，我今朝个目的，谁是要让你口听上一个人？母娘娘个目光，嘘！别，送礼来了，一口不灵，心上无人。哎呀，真这个后来叫我哪讲法子呢？啥个？一转年头，36计最为上得，何时让我出送？老大人。您这时候上哪儿去呀？哦，搞他个睡。哟，哎，看来您得憋一会儿了。憋。娘娘千岁得问你话呢。是啊，大有事，请你来讲吧。这奴婢也要听听你老大人的高见呐。阴阳怪气，这不是个么事。爸爸他说：“爸爸他们这讲跟哪讲法子呢？这个讲不出来，让我来唱他两三子我。我也不发聋，也大没吃的，心里一辈子够强。娘娘她不胜王勇。”身中也定后路为日了，见我许后对大家当山，你这个哪讲法子呀？石头哦，没这个的胆量，说是我难说得出口呢，这预料。预料啊，娘娘啊，老臣是你没了，老许了，那一昏花否用了，这欲望把茫茫，经过一头早岂能还去哈啦？哎呀，娘娘，老臣哦，你没了，老许了，老一昏花，看不清了嘛！皇帝想哪张的？来了，你一定不是眼光，这都光接下来是滔滔不绝，引经据典。真正的啥个路的？进家头，来你吃单子，呼哟！皇帝呀，俺是那样过上你比个啥？你哪会得比？因为是你先比。这个几年来，你比得了是忠义而举荐实非，阿谀奉承你的谁不沾带谁水？而且那个一批得意的冲人，一进来让攻击来了，十里光，十里暗，十里依然马来啦的。所以逼得个大有事，就真爱我不敢讲，讲爱我与不有事。皇帝呀，你这还张讲张眼张红头啊？哦，与什么内容？这不比个他给拎不清。万岁爷，你看这个老宋脸是不是越会儿越精了？皇令，
轮到你了。是啊，老许又想听听公公的高计啊！又是一块龙的早会得快。这个，娘娘强嘴，奴婢怕说不好。哎，家早睡相公，你看到什么谁讲什么？真的？好，那既然如此，奴婢就大胆。奴婢我就豁出去了，奴婢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照奴婢看来，你娘娘千岁这上分脚。娘啊，小香当真当真小，果然小，小，还是小的奴婢都看不到了。那个眼睛毛病的，看来是想比他好玩。那是啊，奴婢打小就听我爷爷听我爹说过呢。他们说女人好不好，不看脸面，先看脚，脚小人就好，人好脚就小，那个脚就小。也来子，我操，为你夸背了呀！哦哟，娘娘千岁，奴婢说的可都是真的呀。娘娘千岁，那一上军礼太了点娘